蟹妈妈伊就过马路哦，OK， 伊其实就是伫热天的时阵，我会看到这像这上很圆周线，伊会泡槽10外万的迄什么卵伫伊的身躯顶，伊会对路的行到海底去，所以伊其实爱行一段的路啊。安尼伊会拄着危险无？过马路的时阵，敢会危险？会啦，足危险的，所以过拢甲交过。无唔对，所以做这车搁足济，大家人看完夕阳就要转去啊。所以要转去的时阵，就拄好拄着伊要去海的。要安怎？安尼阮就会来甲保护因啦。OK， 所以阮摕大的桶啊，因为像迄遮大只着，阮就摕大桶啊，迄就是伊的客停车甲高铁。嘿，像高铁共款啊，安尼看过伊行过，阮就甲带落，带咧阮的迄客停车面顶，甲伊就甲带去伊的海边啊。请问者，你若是卡到伊的卵，袂落去吗？伊无紧张的时阵，伊是袂落去的。因为伊的卵下口伊有足侪手下开甲包的安尼。所以是真正有手啊抱卵。伊其实是伊敢若两个脚咧走啦。腹甲内底的脚啦，伊的脚会去像虾安尼，一片安尼甲甲。那毋是拢有一块，你爱甲包起，地内底，就是咧抱